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的选委会来公布到3位市长补选的参选人的财产的申报。国民党的李美珍有14笔的土地、7笔的房产，但是派5000万的房屋贷款。民进党的陈其迈甲太太有3笔的土地甲3笔的房屋，民众党的吴益政只有存款51万。另外一个焦点是高雄市议会嘛要来补选议长，但是国民党拍不无。 有议员无愿意支持国民党推出的议长的人选，所以退出党团的运作。透早6点外，陈其迈伫维武营倒去公园，加这民众做伙去跳舞。高雄市选委会公布3位参选人的财产状况，其中房地产上侪是国民党的李美珍，总共申报14笔的土地、7笔房产，房贷有4986万。民众党的吴益政无房地产，存款51万，这无21万。民进党陈其迈甲因某做伙申报3笔土地、3间厝，不过伊个人的名下存款敢若13万尔。 那也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没有收入哈所以。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议题是高雄市议会将进行议长的补选，国民党推出詹丽燕应战，不过听讲副议长陆淑美的阵营反弹。 有2位党籍议员陈丽娜、吴立成退出党团的运作。那我想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未来在议长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投票。本来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本来就没办法独立过半，就要跟无党籍跟我这种一起才能讨论。可是他们也没有公共征询我的意见，自己那边瞎搞，所以搞得乱七八糟对立。市议会有65位议员，国民党团32个人，民进党团26个人，其他是无党联名甲 时代力量本来估计拿赢过关的机会真大，因为外界嘛咧猜测讲，2位拿赢议员退出党团的运作，敢会让这个议长的补选增加变数。